唔是干那讲对因老爸甲伊一代继续关心台湾的民主。伊本身伫 Boston University 摕到政治硕士，然後伫華盛頓大學先摕到政治學博士的課程，攏完成。倒轉來下擺咧個北教縣立法委員的辦公室做助理，然後啊伫科選部做政務委員，熱烘抗議伫嘉義市做副市長了。一直攏伫為着嘉義市伫這個所在嘅打拼，講一個假設演員就關心台灣民主政治，今仔日伊佇台灣嘉義打拼幾十天，猶閣無法度來摕到公職來服務咱嘅鄉村。一方面，你敢袂感覺心肝艱苦？所以今仔日嘉義市為什麼大淪陷？唔是無道理嘛？這款嘅人才，幾十人為咗家己，伊嘅經歷、伊嘅學歷，攏總會當受到你肯定。所以今仔日我專工就倒來到遮，來甲咱嘅故鄉嘅鄉親、故鄉嘅兄姐，誠懇甲你拜託。我甲你講，有人甲我講，最近咱攏毋捌看你，唯一今仔我就來到嘉義。替你做嘅演講，這是你天然有講唯一一場嘅演講。我內心我認為講，這款嘅人袂着，無怪嘉義市會淪陷，你講對唔對？若要替台灣恢復嘉義市嘅民主性地，第一步是不是替李俊傑和民進黨提名，然後入去中選，然後嘉義市就中選。就對啊，對唔對？所以這個所在，特別甲你拜託，專工倒轉來甲你拜託。我家己子弟，我民族國小家中，然後入去台大51年，我倒轉來家己做律師，然後再搬去高雄。我是家己大漢，受家己的鄉親的疼惜照顧甲栽培。所以今仔日專工倒轉來甲咱的故鄉的鄉親世代兄弟姊妹誠懇甲你拜託，咱做伙打拼，為着咱甲咱的子孫。第二代，你看50年代、60年代攏出來啊，咱的孫、咱的囝嘛攏出頭，咱要互伊較過好過日，就需要知影咱人民的艱苦。第二代最關心的是什麼？李俊傑來互伊替咱來打拼，用安尼甲咱鄉親大家拜託，好唔好？好唔好？好，感謝咱的張俊雄張議長，張俊雄是一個互感動的名。在少年時陣，為了台灣的民主運動，家己奉去教授，同齊為台灣人拼。即馬更加互感動的是張俊雄議長對少年輩的疼惜甲栽培。本者的高雄，就是受到議長的疼惜甲栽培。我想議長伫遮講到上重要一句話，看到國民黨烏白母，看到馬英九烏白做。咱要甲台灣贏倒來，要哪贏倒來？都是你家己甲贏倒來，家己若要贏倒來，你這裡先甲開起來，好不好？好。咱即馬要來請張俊雄議長。